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今日我想講一個聽落去好簡單，但其實可以改變你生活嘅話題。點解你應該感到無聊？我知，一聽到無聊兩個字，大家心入面可能已經浮現咗一句：邊有人想無聊啫？但哈佛大學嘅教授 Arthur Brooks 就有一個好反直覺嘅講法，佢話：如果你從來唔覺得無聊，你嘅人生會失去意義，仲會變得更加抑鬱。聽落誇張，但佢話呢個真係毫無疑問。試下諗下，你有冇試過企喺紅綠燈前面等15秒，然後條手自動咁伸入褲袋，拎部手機出嚟？我哋成日都會咁做，因為一有少少空白時間，就覺得頂唔順，要揾啲嘢嚟頂住個腦。但正正係呢個習慣，令到我哋越嚟越冇耐性，越嚟越唔識點樣同自己相處。哈佛另一位心理學家 Dan Gilbert 做過個實驗，好出名㗎。佢叫一班人入去一個乜都冇嘅房間，坐15分鐘，咩都唔做。房入面唯一有嘅就係一個掣，冚落去會電親自己。結果點？大多數人寧願電自己幾次，都唔肯靜靜咁坐15分鐘。點解會咁？ Brooks 解釋，其實我哋嘅腦有個叫預設模式網絡嘅機制，當我哋冇特別嘢諗，冇任務做嗰陣，呢個網絡就會自動開工，開始令我哋諗人生大問題，例如我人生有咩意義？我其實想點樣生活？呢啲問題聽落就知唔舒服，因為佢會觸動你內心深處啲焦慮。但正正係呢啲時刻，先係人真正反思、尋找方向嘅關鍵時刻。你避得多，其實係避咗自己。而家我哋最大嘅問題係手機。Brooks 話，手機係關掉意義嘅最大幫兇。你每次覺得悶、覺得空虛、覺得無聊，一滑手機，好似即刻得到啲刺激，但你同時都喺遠離自己。佢形容呢種狀態叫意義嘅死亡螺旋。你越係逃避無聊，就越少機會諗自己人生想點，越少諗，就越覺得空虛，越空虛，就越靠手機嚟麻痹自己。結果就係抑鬱、焦慮、空洞感全部爆上嚟。呢個唔係理論，係事實。你睇下身邊幾多朋友日日滑手機、睇短片，但個人越嚟越冇方向，越嚟越唔開心。因為我哋根本冇俾機會自己靜落嚟，去問啲真正重要嘅問題。好消息係，無聊其實係一種技能，係可以重新練返嘅。只要你肯練，收穫會好驚人。你會對日常生活少啲厭倦，對工作、對人都多啲耐性。你會開始諗清楚人生方向，仲有你最有創意嘅諗法，往往喺無聊嘅時候出現。Brooks 教授提供咗3個實際方法，教你點樣重新練返無聊呢門功夫。第一步，細細步開始。下次你去健身、行路、搭車，試下唔聽歌、唔聽 podcast， 乜都唔聽，淨係俾自己留喺個腦入面。一開始你可能好唔舒服，但試下撐住，你會發現好多靈感、好多思考喺嗰啲時間自己浮出嚟。第二步，設定無設備時間，例如你可以規定自己晚上7點之後唔睇手機，食飯唔帶手機。Brooks 教授就係咁做。佢話，我哋食飯係為咗同眼前嘅人相聚，唔係為咗啲唔喺度嘅人。呢句真係一針見血。第三步，定期數碼排毒，試下完全唔上社交媒體幾日，或者週末完全唔掂熒幕。啱開始你會好似中毒咁難受，好似有個小朋友喺你腦入面尖叫，我好悶啊。但過咗一段時間，你會開始感受到一種好深嘅寧靜。Brooks 形容嗰種感覺叫被祝福嘅平靜。有啲人會話，但我驚錯過重要消息。拜託啦，除非係真緊急，否則嗰啲 Twitter、新片、新聞快訊其實都唔緊要。你可以設定手機，只俾真正緊急聯絡人打得入嚟。唔好用怕錯過做藉口，因為你用呢啲藉口係慢慢用手機扼殺緊自己。講到尾，無聊唔係敵人，無聊係你思考、創造、成長嘅空間。
Brooks 教授話得好，放低你嘅手機，因為你嘅生命需要更多意義。所以下次你又有15秒空閒，等紅燈、排隊、搭電梯，你會點做？你係會照舊拎手機，定係俾自己個腦靜靜咁游一陣，睇下佢會帶你去邊？你可能會發現，嗰15秒係你揾返自己人生方向嘅開始。